今日0分到10分嘅，Alvin 你會俾幾多分個 MC 咧？都9分10分嘅啦，都即係入嚟之前、入嚟之後，有冇啲咩疑問？本來有嘅，而家解決咗。有嘅。一路以為落廣告嗰邊好緊要，原來係揾啱產品好緊要啊！真係，因為嗯，手頭上其實都有啲產品嘅，但係硬係諗唔到辦法點樣賣。咁我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成功嘅其中一個要素咯。咁呢個係我唔識嘅嘢。長輩啲嗰啲人都同我哋講，就係提過我哋好多次，就做任何生意都係唔好真係當佢係 baby，啱價都要買嘅。咁呢個同你頭先嗰個 showcase 其實不謀而合咯，有啲。我之前做汽車嘅維修部嗰個經理啦，睇一間分店咁樣啦嚇。咁之後咧就轉咗去跟老細咧去做一啲 start up 嘅嘢。咁我 feel 到嗰個風險係數好高啊！即係因為其實當嘢咧個 start up 咧，佢嗰個生意唔係太穩定，咁所以要將個選擇權擺翻喺自己度。咁啊，所以需要去正正經經去學下點樣做好呢件事。至1-2年前都有見過你嘅廣告嘅，亦都好似曾經用第二個身份係約過嘅，to be honest。咁但係當其時，因為我唔係即係幫自己處理啦，即係都係想幫人搞電商啦，我老細啦，簡單啲嚟講，咁所以就臨尾係冇跟到你哋去學習。今日0分到10分嘅，Alvin 你會俾幾多分個 MC 咧？都9分10分嘅啦，都。